今仔日12月初1，同时嘛是世界艾滋日。英国呢，听到这艾滋病是同人惊的，也毋过即马经过这宣导，佮加上在台湾的医疗的进步，台湾即马得这艾滋病的人数已经是22档来上低啊。疾管署是表示讲，希望伫未来每一档拢会当佮减100个人，也呼吁民众都爱固定体检，落实安全性行为，才通保护咱的健康。 台湾伫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拍拼真侪年啊。疾管署表示，经过拍拼，有估伫今年底新增加的感染人数会降15%，未超过900人，这个数字是创下历史上低。署长嘛表示，希望未来目标一年会当各减100人。扩大这个事前预防投药 PrEP 的名额跟增加我们艾滋友善医疗场域的这个家数呢，能够持续营造更友善的一个筛检治疗的环境。那我们持续让这个艾滋的感染的这个人数能够每年的继续下降。疾管署表示，台湾会当伫艾滋病防治有较好的成绩，是因为有宣传正确的观念，加上医疗进步，有效的治疗。台湾艾滋病学会也表示，治疗艾滋病的药啊进步真侪，唔免阁亲像过去共款爱食真侪药啊，而且透过医疗会当有效甲患者的病毒量降低，等于就袂阁传出去。很好的药让感染者体内没有病毒量。 所以呢，他就不会传给下一个人，所以这个新得到的人自然就会减少。而且我们还有很好的一招，就是说，有高风险的行为，那他事先投药或是事后给予药物呢，都可以避免他得到感染。12月初1是世界艾滋日，疾管署也提醒民众，若是有发生过性行为，拢建议爱做体检。上重要的是爱落实安全的性行为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